台湾哦，即年生雨的季节咯，这几日的天气拢真无稳定哦。今仔好天也毋过哦，拜日开始会有2波锋面通过台湾。未来一礼拜哦，全台湾不时拢会落雨，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。拜一日是各地时分高烧热的天气，高温伫咧29度至33度。气象署提醒，尤其是台东地区爱特别注意，会有火烧风出现的机会。到时温度会来到36度。气象署也表示讲，受到风面影响，过昼了后，北部、东半部可能会有短时间的阵雨。今天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为主，不过北部以及东北部这区域哦。今天清晨零零星星还是有一点下雨的情形，那我们预计今天还是会以午后的阵雨为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北部，尤其是大台北、宜兰以及各地的山区，都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发生。5月份，台湾进入梅雨季节，气象署表示，未来一礼拜会有2波的锋面影响台湾。第一波是拜2、拜3这2天，第二波是拜5到礼拜，影响3天的时间。而且这2波的锋面落雨强度拢真强，时间也真长，甚至更有可能会谈雷公。条件上面是比较不稳定，非常容易会有骤雨、雷击以及强阵风发生，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，未来一礼拜虽然落雨，气温会略略下降，不过也是维持高温烧热的天气状况。提醒民众雨伞爱随时扎伫身躯，避免去予雨压淡去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